珠海湖心路呢次真係天都塌啦，總價58萬買精裝2房，70萬呢買精裝3房。你冇聽錯，真係58萬就可以買到2房啦，70萬呢買3房。嗱，預算唔多嘅朋友，呢波啊真係俾你哋等到啦。似呢套68方嘅2房呢，首期只需要9萬蚊，月供2000蚊，你就可以上車啦。發展商依家仲送埋你全屋真裝修，關鍵啊佢仲係新規住宅添，使用率咧接近100%。3房嘅話咧，首期都只係10零萬，月供咧2000幾蚊，而且佢84方就可以做到3房2衛啦，主人房仲帶有套間設計，準現樓嚟噶啦，今年買今年就可以搬入去住啦。大橫琴珠海國企發展商，唔使擔心爛尾嘅問題，屋企門口就係公立嘅小學同埋中學啦，步行500米就有嘉禾城嘅商場，揸車講緊都只係半粒鐘就可以返到拱北關口同埋港珠澳關口啦。舊年開盤仲係賣緊12000蚊一方，依家嘅話咧單價只需要8000幾9000蚊，仲送埋你真裝修。講真，呢個價錢仲去睇咩坦洲同埋三鄉呢？買珠海唔香咩？呢個價錢啊，琴晚一出嚟，今日售樓部現場就炸晒啦，一共呢就得80套，真係可以話呢，手快有，手慢就冇噶啦。咁如果想睇樓嘅朋友或者要資料嘅，可以後台揾我。